来看高雄这小港游泳池已经有40年历史啊，因为建筑不伤过旧，爬远15年，那产生着治安问题，而且正到西邦塘。市政府伫咧去年甲这游泳池先囤复平，后续也要甲这边的建筑物拆掉，互停车场来使用。不过地方是真无认同，当地里长就讲，因欠缺的是里面活动中心，毋是停车场。 伫高雄空中大学边啊，护体门扎起来这块地，原地是小港公立游泳池。市府去年底已经先将游泳池囤平，按算要做停车场，因为这已经爬远15栋。地方反映游泳池不时落雨积水，要搬的人悬，唔闹治安的问题，阁到生帮汤。市府唔望解决地方的停车需求。有伫遐做这个相关的公民参与啊，所有的民众大家拢对着停车的需求有表达，所以空中大学嘛有这个停车的需求。所以咱今仔目前的发展就是要甲改造一个停车场，目前一定伫后壁一定有整理好啊。 虽望游泳池囤平暂时解决环境卫生问题，不过地方质疑停车场做遮悬根本无效用，尤其做囤好个单已经半年啊，拢也无动静，效率上歹。即马里长阁风声讲边啊，这栋建物被拆掉，共款做停车场。当地里长是愈讲愈气，伊讲阮欠的是活动的空间，唔是停车。做一个多功能的活动中心，那也可以做成一个运动中心，小型的运动中心。我们这边很欠缺的就是羽球场、跟篮球场、跟桌球。 哦，其他的地方都有了，只有我们这附近都没有。咱这有欠停车吗？无，这停车场足济所在拢无咧停的，嘿啦。所以唔免就对啊。唔免，这做阮的活动中心，阮大家吼足希望讲，互阮会当利用。 文化局表示，建物经过评估已经未堪你使用，必须爱拆除。初步规划是做停车场使用，不过因为地方唔望会当有其他用途，这部分佫需要等待看局处的研议评估。记者柯家族邱朝阳、高永昌报道。